我这栋房啊，花钱不见。没想到50岁上有几天呐、有他娘叫我上班去，我来这这西桌下面盼着搬家一闹，咱花轿来了好，我与他花花落落结成亲，我这里对着镜子仔细照，他会不会嫌我是个年来人啊？他一说我长得很面很润乍看也不像50岁的人，花不了就他大脸。真好看啊！可就是脸上多了几道窟窿，乖乖，在边桌上咱们的头发高几干，我咬咬牙给心，应该烤掉人，烤到人家后面手。